市文山区的中国科技大学有学生伫宜兰打开中原凤凰酒店买着病毒了后，学校已经有2位学生确诊。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今仔日伫面找人，1月12和1月14，捌去中国科大822位市民，阁有313位去全家长滨店、大时代广场的赶紧去采检，阁要求681位捌去阿图麻油街、台北普爱店、元东百货、台北宝庆店、B1美食街的市民写问卷。黄珊珊自昨暗时开始发文章，欢乐较真正拍照，煞用批评讲公布上万。可能卫生局最近真的很忙，各位每天要框上千人，然后要裁剪200个。中国科大学生佮有某幼稚园老师，拢是因为食饭烘坏掉。台北市嘛，甲餐厅内用的价位加严。台北市的2级、3级，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 SOP。其实我们针对2.5级也已经规划好了。台北市内湖区的德明科技大学嘛有学生确诊，校方讲伊上尾也是1月初7期要考去学校，了后就无考去学校，研判是伫校外画着的无空历史生。新北市邦桥的地理科技大学嘛有学生画着，按回报了伊伫1月22和桃园来做按和18522的朋友食饭防控力，其家隔离1月25验出阳性，校方嘛出面回应。他已经这个感觉是比较。好很多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入侵，互新北市3间科技大学的学生拢画着，政府和校方拢尽全力的防止病毒伫校园继续传。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